比较稳定的歌迷不是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在网络上看了铁粉啊，就是很稳定的粉丝群叫铁粉。我想要试试看啊，不知道那有什么感觉这样。然后今年过年啊，大年初四，我办一个那个感恩庆功宴，因为我觉得去年的时候很多人帮我这样子，然后我才刚发片半年吧，就是一个人出来唱歌这样，然后粉丝真的意外的到，我就是现在有6000多人的粉丝团这样，即将要7000了，我吓死了这样，一个月1000人啊！我说台湾怎么那么多人闲没事做到Facebook 啊？我也蛮欣慰的，因为这些朋友都在网络上很关心我这样，然后几次表演，在去年就金鹰奖就入围了6项，然后得2项大奖啊，最佳专辑跟最佳现场演唱这样，我是现场哦，哇！谢谢老师。然后在阿力哥、杨明那时候都有跟我一起上台跟大家分享啊，所以我有一个承诺，在去年的10月，就我一定要煮菜给我的粉丝吃，这样，我也决定要办这件事情。但我会觉得说，第一道菜一定要从我的家乡开始，所以第一次的感恩聚会就是所谓的歌迷成立大会，铁粉们，我决定要在台东举大年初4的晚上，在我的故乡都兰请吃饭，免费的，只要你来都吃得到，署名煮菜给你吃这样。然后也是你过年闲没事做，然后我们过年我像因为我们丰年祭比较忙，刚好你们过年是你们的丰年祭。对，可能比较忙嘛，抽一点时间来都兰这样。我大年初4就在都兰煮菜，但是我不晓得，因为我的那个网络那个管理师他会说，你要怎么计算你的歌迷会来多少人？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那6000人就6000人嘛，7000人就7000人啊，来多少煮多少。对，真的就是你们来多少煮多少这样，可能到时候是。没有那么帅哦，是大锅菜一样。受不了的时候都，好，这都是高丽菜啦。然后最近还在，因为最近在讨论菜单，然后要煮什么比较快可以的。然后我会准备一些，我妈妈会帮我准备一些阿美族的这个季节当地的美食给大家。如果你们真的来的话，对，然后希望你们会来，然后。我觉得是因为我很多的回忆跟我的创作都来自于我的故乡啊，所以我决定在那边煮菜给大家吃这样。好，然后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很好玩，是一首老歌，叫《你怎么说》。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看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1年多。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把我的爱情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把我的土地还给我。我没忘记你，忘记
是你都说错，说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2点来看我，你的就是一365个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我没忘记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你一切都是在骗我。你怎么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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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我唱这首歌，你们这样就知道我是谁啊！我是谁？宿命，我是你们一辈子的宿命。认识你们是我该有的宿命。